他那个该不会是那传闻中的总裁丈夫吧？哎，听说他可是入赘到易家的家庭主夫，觉得他好帅啊！哎呀，小点声。对于我来说，一个完美的家庭主妇，当然不能只看颜值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所以好身体是第一要素。有没有修复的精华？这款精华是我们店的主推产品，专为敏感修复使用的。这个吧。好的。他还得是一个好的形象管理师，不光要维护好我对外的形象，还得让我穿着舒适。先生，你想为爱人挑选什么样的内衣？我给你推荐一下吧。这是海报上最新的蕾丝款，还有这个颜色。我要无钢圈，舒适度高的。这边先生。这款是真丝无钢圈的，亲肤感很好的，穿起来很舒服。包起来吧。好的，先生，您稍等。职场中高跟鞋最适合的高度是3到5厘米，既能体现女性的姿态，又不影响正常行走。一个厨艺精湛的营养师，色香味俱全是基本，营造适宜的用餐环境是加分。一个吹毛求疵的家政服务师，不放过每一处细节。一个手法温柔的美容师。钱总，以后还得您来操持呀。怎么说话这么不小心啊？老爷子只是一时身体欠佳。再说了，我对议员操心的还不够吗？各位，外公现在还在呢，你们就商量起他的身后事了。大家也都是因为担心议员。担心议员？趁外公昏迷不醒，想着如何瓜分一家家产，是在担心议员。谄媚这个姓钱的赘婿。怎么说话呢？我好歹是你父亲。继父而已。我亲生父亲早就去世了。外公说过，将来议员会由我接手。现在外公昏迷不醒，议员自然是由我来守护。不过我好像记得老爷子说的是，等你成家之后才能接手吧？成家？好啊。1周之后，诚邀各位叔伯参加我的婚礼，你也务必到场。继父。小姐，这是按照您的要求，从一众家世相当、年龄合适的男青年中筛选出来的最终3位，您有时间可以去见见。辛苦文博了。华歆，依宁，公主请上车。这么浓的女士香水味。长得好看的才配叫海王，你这样只配做水鬼。我一宁，萧琪，我呀最近比较喜欢亲近大自然，所以啊把你约到了这个地方，来喝杯咖啡。萧先生平时喜欢忙些什么呀？哎，这问到点上了。我呀最近喜欢炒炒股票，人称中国消费特。那您看好哪只股啊？这当然是绿与环保了。但我听说绿与环保已经创 A 股跌停记录了呀。你一个女人懂什么股票？你既然来相亲，就别想赚钱的事情，赚钱是男人想的。女人是不懂股票，这是我不小心买了几只股票，全赚了。最后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之前的问题都是您替他回答的，最后一个问题呢，我希望他可以自己回答。我需要签一份婚前财产协议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含辛茹苦的花了大价钱把他培养成才的，你现在提这样的要求太过分了吧？我知道你怎么想的，不就想捂紧自己的钱包，在夫家多捞一点吗？我们家宝宝风流倜傥，哪一点配不上你啊？
哎，这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这是我给我侄女介绍的对象，她跟您的家世啊不匹配。春水生，现在还有人做这个啊？正好我饿了，去一间小馆吃个饭。哎，行。我希望你可以考虑考虑我刚跟你提的事情，结婚只不过是一个形式。不好意思，易小姐，如果您是来吃饭的，我很欢迎，但是结婚这种事不应该如此草率。没关系，你先考虑考虑。对了，你下次做春水生的时候，记得联系我。老板，你咋给拒了呀？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资料塞进去的。太过顺利的话，反而会被怀疑。这个易小姐可不简单。我知道你是想欲擒故纵，可别到时候把自己给拒没了。她还会再回来的，不光是她，还会有别人。这3个相亲的我看过了，没什么问题。那如果他找其他人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是啊，那就让他变成我们的人。好，来，来的还挺快。你就是易宁新找的结婚对象？请问您是？我是他父亲。易宁从小就娇惯任性，这不，突然说要结婚。所以我很不放心。那您今天来找我是为了？我来替他把把关。他选定的结婚对象，我也不想违了他的意。不过我希望你们以后有任何问题，
都要随时告知于我。父亲想了解女儿，这些都是应该的。如果你能在一家安分守己，我可以保你富贵荣华。这一家的关系还真是复杂啊。不过就是利益关系罢了。可是他刚才都还没怎么威胁你，你怎么就妥协了？难不成你真想和他们一条船啊？钱磊入赘进易家，还能在老婆死后坐稳议员的二把手，我们最好别跟他起冲突，得慢慢周旋。喂！给他打电话，答应他结婚？就说请他吃春水生。沈千泽，对不起啊，本来想请你吃春水生的，没想到弄成这个样子。我先扶你起来，这肯定是继父干的，我得赶紧报警。哎。我们没有证据。我先帮你包扎吧。药箱在哪儿？你等我一下。跟我结婚吧。啊？只要你能跟我在一起，我保证不会让你受到伤害的。结婚又不是玩笑事，而且这样对你一个女孩会有伤害。我需要婚姻来拿回原本属于我的继承权。我可以跟你拟一份婚前协议，等我在议员站稳了脚跟，你随时可以走。你也可以继续经营你这间小馆。哦，这个，本来我想跟你再谈一次。你把它买下来了？就当是我对你的歉意吧。可是结婚没有什么可是的，协议的细则我们可以之后再慢慢详谈。结不结？哎呀，小魏呀，哎，这你家这青菜新鲜啊！哎，那是啊，不错不错。听说您侄女在找对象啊？啊？哎呀，你太小不合适。哎呀，不是我哪配啊？我是想给那个一间小馆的老板牵个线。哦，你看，帅吧？这挺好，这孩子挺好。哎，慢一点，动作能不能轻一点？你瞧瞧。捡起来！
我可以保你富贵荣华。竟然连鱼都跟我家一样。春水生，现在还有人做这个？日安，你赶回来了，你等我一下啊。好。宁宁，你还是这么漂亮。哎，你怎么突然就结婚了？找个人就嫁喽。我还以为陪在你身边的人会是我呢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宁宁，我会一直守在你身边的，只要你需要，我随时都在。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发小燕日安，这位是我老公沈千泽。你好，发小。我先出去了。你怎么突然过来了？看你早上什么都没吃，我就给你准备了些过来。发小很多年没见了，我之后会注意分寸的。当然得知道这个分寸了。来，尝尝。春水生啊。不好吃吗？颜色哪个更适合我呀？哎，算了，你们直男肯定不懂这些。这个是斩男色，这个是樱桃红。我觉得你今天和他比较合适，我给你涂。你这一天天的都在干什么呀？我是为了当一个合格的主夫。外公，年年给您敬茶了。好孩子，易家以后就靠你了。当年你妈妈也是穿着这么一身嫁衣，她要是能看到这一幕，不知道该有多高兴啊！外公，您喝茶。你也是个好孩子。既然你的父母已经不在世了，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，和宁宁两个人相互扶持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她的。您慢点。好的，好的，哎，好。
我去给你换双平底鞋。没事，我自己去。我跟你一块儿去。没关系，我可以。来，王姐，先别走，过来一下。哟，我听说沈先生是个厨子，哎呦，真不知道您是怎么攀上我们易家大小姐的。的确是我高攀了，是易宁她人好。易大小姐可是个暴脾气，你这个易婶氏呀，可是没有什么好日子过了。易婶氏，你入赘易家，当然要冠七姓了。不过就是夫妻双方在婚姻里的角色不同罢了。他有事业心，他就主外；我喜欢做饭，我就主内。易婶氏，听起来倒也不错啊。哟，你一个大男人，我们这么说你都不生气，你可真厉害。他自然是有过人之处。我丈夫长得好看，不自傲，经济独立又有事业心，倒是你们闲得在这嚼舌根。他尊重你们是我亲戚，不和你们计较。你们倒好，易婶氏，大清都亡了100多年了。今天是我跟沈千泽的婚礼，愿意祝福的继续留下，阴阳怪气的门在那儿。不是，我们没这个意思。他到底想干什么？继父在看，在想什么呢？既然要做，那就做真一点。宁宁，我们还是先洗漱吧。不知羞耻，太下流了。易小姐戏不错，不去当演员都可惜了。都是沈先生教的好。刚刚在宴会上谢谢你那么维护我，只是得罪了他们，会不会对你以后有影响？我得罪他们，不应该是他们得罪我吗？其实你也不用跟他们动气，他们说的话我根本没往心里去。那怎么行？你现在是我易宁的丈夫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会保护你的。一家人也有一家人的习惯，接下来我会告诉你我的生活习惯，希望你务必遵守。洗手呢，一定要遵循7步洗手法，这样才可以真的洗干净。如厕必须要坐在马桶上，必须洗了澡换了睡衣之后才可以上床。那我们的床单是不是得再换啊？不能在床上吃东西，手机拿回家后必须用消毒湿巾擦拭。还有的，我听文博说了，我已经从文博那儿拿到了你的生活习惯表。非常巧的是，我也有洁癖，所以你的需求我都能满足。
这个行李箱里里外外我都擦了，包括轮子我也擦了。一走，该休息了，洗澡水还替你放吗？不用，我自己来。你也睡不着啊？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做点什么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今天晚上没吃什么东西，有点饿了。在想明天的早餐。明天早上的早餐我肯定会安排好的呀。把手给我。这里是神门穴，你如果睡不着的话，你就多按按这里，可以助眠。钱磊又在看。不是，是我想尽一个丈夫应尽的义务。你放心，我的身体很好。
还不错，把牙膏挤好了，水龙头也擦了，水温刚刚好。有咖啡吗？你昨晚睡得太晚了，早上起来应该吃点温和的。咖啡帮你叫过了，一会儿到公司就能喝到了。还挺贴心的。应该的。等我一下。我吃饱了，我先去公司了。那我送你啊。哎，宁宁，我给你看样东西，跟我来。哇，好漂亮的洗衣机！你的皮肤比较敏感，所以我就研究了各种洗衣机的原理，发现这台洗衣机有活水除真菌的功能，就赶紧买了。你真贴心。以后守护你健康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。哦，还有一样要送给你。还有。等等，这也是你买的？这是我给你买的入职礼物，双倍的礼物，好运加倍嘛。帮你穿上试试。嗯。喜欢吗？挺有心的。为什么送我鞋？希望你穿上这双鞋，能走你想走的路，成为你想成为的样子。我会的。加油！听说今天上任的这个小易总是个厉害角色。唉，以后我们的日子啊要难过喽。你看他到现在还没来，还不是为了给我们下马威啊？哎，小易总。大家好，我是易宁，接下来我要担任易源集团的总裁。为了大家可以精诚合作，我提几点要求：第一，取消考勤补卡次数；第二，严禁在上班时间处理私人事务；第三，公司人浮于事的情况严重，我手上有一份名单，上面都是严重不作为的员工，公司开会决定予以开除。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。另外，经典龟苓膏已经3个季度销量持续低，我想问问这样的项目谁在负责？小易总好大的官威啊！文文，给我们易总讲讲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易总，这款龟苓膏是易源当家的主推产品。只是现在它的定位不太符合年轻人的口味，所以你们没办法解决问题，就任由这种项目浪费公司成本是吗？我没有，我……文文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易总，文文的身体不好，
你也未免太咄咄逼人了吧？身体不好就回家休息，来上什么班？易总，在座的各位同事，都是为公司的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的，你没必要这种态度吧？你们赶紧把文文扶出去休息一下。好的，来，慢点。小心。哎，头好晕啊，头好晕啊！慢点。听说你把姜文文骂晕了。谣言传倒是挺快的。宁宁，那些股东都等着看你笑话呢。你现在这么横冲直撞的，很容易落了下风。你应该先聚人心，稳军心啊。钱磊在公司树大根深，如果我不雷厉风行一点，怎么撼得动他？我不像你，没有父母给我做靠山，我只能靠我自己。易安阿姨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会心疼的。她不会。比起做任人摆布的乖女儿，她应该更希望我能守好意愿。也是。你跟那个沈软饭怎么样了？沈软饭？嗯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给人起外号了？你不觉得这个称呼跟他很贴切吗？没有啊，他对我挺好的。吃软饭当然对你好了。什么？啊？我说，你今天很漂亮。他来了，那我先走了，你自便。晚上想吃什么？不吃了，没胃口。胃是情绪的器官，你要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胃，才有更稳定的情绪投入工作。行行行，说不过你。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尝尝沈大厨的手艺啊？可以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只给我的妻子免费做饭。燕大师要是想吃，就自己到小馆预约。倒还挺会自抬身价的嘛，不然怎么应对燕大师的居心叵测呢？涂药了吗？再见了，燕大师。你倒是挺会宣示主权的嘛。这不是应该的。软饭男。有没有人说过，你做饭的样子还挺治愈的？是吗？干嘛这样盯着我看？我想看看我找了一个什么样的神仙老公，长得又好看，厨艺又好。帮我拿勺盐。够吗？啊！快摸耳垂！烫吗？烫。那我去帮你拿点药。对不起，我自己去拿药。真香啊，沈大厨！没想到你哄女人还挺有一手啊。钱总来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？去打探一下易宁接下来的计划，别让他挡了我的路。嗯。宫爆鸡丁，继续。
我倒是要看看沈千泽会不会听钱磊的话，偷看我手上的计划书。沈千泽，你在干嘛？我就是看你睡着了，想把那个项目书收起来。哦，那我不看了，睡觉吧。21点，一宁洗漱。怎么了？怎么这么紧张啊？我只是还没有习惯我们婚后的生活。怎么了？害羞了？脸这么红。沈千泽，我们是合法夫妻，你没什么不能看的。我也没什么不能看的。没想到你这么关心我，连我什么时候喝多少度的水都记得这么清楚。我是你老公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做得很好，不过之后没有这个必要了。都这么久了，你怎么什么有效信息都查不到？我已经尽力了。你是觉得只要傍上了易宁，我就拿你没办法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能让你进易家，也能随时把你换掉。您别着急啊，钱总，我哪敢跟您叫板，只是我能力有限。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宁宁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看宁宁，这个沈千泽不简单，他跟上苏集团的苏景轩，他们关系非比寻常。要不是因为宁宁，我早就动手了。你们干什么？宁宁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沈千泽，你居然帮钱磊监视我！不是的，是他威胁我，但我真的没有做任何伤害你的事情。所以你每天记录我吃饭睡觉，就是为了汇报给钱磊。如果他不满足于这些，让你帮他窃取更大的商业机密呢？我是绝对不会做任何伤害你的事情的。只是我觉得他毕竟算是我的岳父。这个家姓易，沈千泽，你不至于被姓钱的使唤。这个时候靠老婆，不丢人。
老板，客人已经到了。阿泽，实在不行你就回来吧，别冒险了。就算不进一家，舅舅也总能想到别的办法帮你的。不，这个计划我一定要完成。今天家宴啊，大家随便。来，我们先喝点。钱总客气。文博，去把沈千泽叫下来。好嘞。哎呀，我那女婿啊，可是个厉害的厨子，招待过不少客人，想吃什么今天随便点，都做得出来。好，来。爸，我找宁宁有事，我先离开一下。未开席先离席，像什么样子？有什么事儿吃完饭再说。顾老爷，小顾也来了啊。这个就是我女婿沈千泽，他之前可招待过不少的客人，做厨子的经验丰富得很，想吃什么随便点。厨子，有什么好菜给我们做一下？来，报个菜名。我毕竟是易宁的丈夫，又不是易家的厨子，钱总这样做会不会不太妥当？不就是招待个客人吗？你这么大反应干什么？还是说你根本就不是个厨子？我的职业是厨师，但在易家我就是易宁的丈夫，我总得顾及我老婆的感受吧。如果不是做贼心虚的话，你那么在意别人说什么干嘛？我看小燕总您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吧？够了，一个厨子进了易家也觉得自己草鸡变凤凰了，就敢这么跟客人顶嘴？就是，钱总，你们家宁宁眼光可不太行啊，厨子那不就是伺候人的吗？怎么配得上易家呀？哎呀，小沈，听见了吗？记清楚自己的身份，别成天到晚打小算盘，老实点在这儿待着，我还能让你继续享小福。否则的话，否则怎样？小姐，各位叔伯是没饭吃吗？不远万里来我家要饭啊？怎么说话呢，姨娘？他们可都是你的长辈。我可没这么碎嘴的长辈。沈千泽之前不管是厨子也好，乞丐也罢，他现在是我的家人，我就不允许有人这么欺负他。钱磊，这个家姓易，不姓钱。之前我尊你们一声长辈，但如果以后还这么欺负人，不要怪我不讲究。文博在，送客。好，看谁家下去。哎，算了，太不像话。大家坐，消消气啊！这个家我说了算。反了天了。宁宁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先等我。叶日安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！你居然跟他们沆瀣一气。不是这样的，我从来不在乎沈千泽什么身份，我只在乎他接近你有什么目的。你看宁宁，这个沈千泽不简单，他跟上苏集团的苏景轩，他们关系非比寻常。小燕总，您猜的没错，这个沈千泽，他果然不简单。沈千泽，你跟上苏集团的苏景轩什么关系？宁宁，我就说这小子有问题吧，一个开餐馆的厨子，怎么跟苏景轩那么亲密啊？沈千泽，我想听你一个解释。宁宁，我是担心这件事说出来会影响你对我的看法，所以我一直没提。苏景轩其实是我的资助人。编，接着编啊！
个孤儿，苏景轩是我们孤儿院的资助方，也是在他的帮助下，我才能有了一间小馆，实现自己的梦想。他对我来说就像亲哥一样。那这件事情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宁宁，这段时间都是你在帮助我，我已经够惭愧了。如果再让你知道我是一个需要别人同情、需要别人帮助才能活下来的人，我怕你不要我了。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了。没关系。都怪我不小心，害你被发现了。还好你提前做了准备。没关系的，舅舅，我们的关系本就容易让人发现，现在这样摆在明面上反而更好。我还是有点担心，有那个燕日安在，你后面的行动不好开展。我觉得燕日安来了这么一出，倒是给了我一个借力打力的机会，让易宁更加相信我。能行吗？那个燕日安怎么也算是易宁的青梅竹马。那就让他亲眼看看，他这个青梅竹马别有用心。没想到今天的客人又是小燕总啊！您看看想吃什么？上几个拿手的吧。好的。小燕总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卫生间。卫生间在那边呢，我找人带您过去。算了，不想去了。这是我特意为您做的，本店招牌满江红，看看合不合您口味。小燕总不会是不能吃辣吧？那他和宁宁也吃不到一块儿哈。哎，你们不是发小吗？在吃上一点共同语言都没有吗？谁跟你说我不能吃辣？小燕总，您先吃，我再去给您做2道拿手好菜。好嘞。来，小燕总，我来给你夹菜。来，哎，你来啊，好吃吗？我怀疑啊。哎，这么辣的菜，你给我喝热水是吧？这都是我的一番好意啊！我知道你吃了辣，肚子不舒服，特意拿了热水让你暖暖胃。现在好了吧？再试试我做的这2道拿手好菜，特别辣，请吗？吃啊！哎，来，我给您夹，我给您夹。不用，我可以。不好吃？好吃吗，小燕总？哎，您还没说合不合您胃口呢。酒还挺多。嗯，
好你个沈千泽，果然有个密室啊！要不是因为宁宁，我早就报警了。没看出来啊，在宁宁面前唯唯诺诺的沈千泽，还有2副面孔的，装的挺好的呀。我会不会装，只有宁宁知道，用不着你来评判。急了？这么紧张啊？难不成这屋里真有什么秘密？要不是因为宁宁，我早就动手了。你们干什么？宁宁，这个沈千泽果然有问题。你看墙上。没事吧？小燕总，你来我这儿吃饭，我很欢迎。只是你每次都在这儿翻来翻去，你有翻出什么吗？我把你当宁宁的朋友，我对你盛情款待，你查我呀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们这么怀疑我？盛情款待？宁宁，你别被他骗了，他刚刚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宁宁，我真的不想活在别人的监视下。如果你们这么怀疑我，我们就离婚好了。不管别人怎么怀疑你，我都是相信你的呀。宁宁，日安，我知道你关心我，但有些事情你不了解。走啊！给。我跟沈千泽是契约婚姻，之前我为了接手议员，才找他帮的忙。宁宁，你如果要找一个结婚对象的话，你怎么不让我来帮你啊？就凭你们家跟钱磊的关系，你怎么帮我？而且如果你要下场来帮我，我更希望在关键时候你是我的场外援助。那你就这么放心这个沈千泽吗？他是我精挑细选的，我们签过契约了，你放心，我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的财产。宁宁，我担心的不是你的财产，是你的心呐。给我。眼睛我会修好的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对不起。这墙上都是一些你爱吃的东西。我知道。痛不痛啊？痛。哪儿痛？哪儿都痛。你哪儿痛？我给你揉揉。来。你的眼镜我找人给你修好了，试试。怎么样？那你先忙，多吃水果。
好啊，那我不看了。怎么了？沈千泽，我有时候总觉得我看不清你。是因为我戴了眼镜吗？可能吧。那你要是不喜欢，以后在你面前我都不戴眼镜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可能有一件吧。我好像动心了。原来书房里的文件这么重要啊！对啊，所以得防着点。不会是防着我这个外人吧？怎么会啊？我们是夫妻了，我当然信得过你。防的那都是别有用心的人。门禁卡给你，总能相信我了吧？你呀，就是想太多。你在干什么？看书啊。书房里有很多关于草药的书，白天没时间看，晚上就来翻了翻。只是看书？对啊，不然还能做什么？你该不会是怀疑我吧？没有啊，你想来随时可以来。算了，我不看了。你别多想。舅舅，这些就是议员的合作商名单，你可以想办法接触一下。没问题。你拿到这些名单的时候没被发现吧？没有，但我觉得易宁应该对我有所防备，只是因为之前的事情，他也不敢向我挑明。阿瑟，你一个人在易家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对我来说，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，知道吗？嗯，放心吧，我自有分寸。对了，我在名单上看到一个叫李明瑞的，这个人是不是也在我们的预约名单中啊？对，他约了1周后的午餐。
没想到和李总还有这样的缘分，接下来就要靠您多多照顾了。沈老板说这话就见外了，大家互利互惠，合作共赢嘛。您说的对，互利互惠，合作共赢。那不是议员一直合作的渠道商吗？味道很不错。喂，刘秘书，帮我查一个叫李明瑞的渠道商，所有的项目都做一下备选，我担心要出问题。你怎么来了？刚好我想带你见个人，走。这就是你想让我见的人？对啊。我当是谁能让沈老板这么火急火燎的跑出去接呢？原来是小易总啊！刚刚我们还说起你呢。说起我？对啊。怎么沈老板没跟小易总说吗？你拜托我的事情？这没什么好说的。什么事啊？看来沈老板是不想邀功啊。小易总，别的不说，就冲沈老板这手艺，之后我们之间的合作还是要多多益善呐。你是为了帮我才约李总见面的？小易总，你可是找了个好老公啊！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我是不是应该更相信他一点？李老板，那我们明天公司见。好的，明天公司见，再见。走吧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那天我意外发现李总是我的顾客，想着你在公司举步维艰的，就看看能不能用我的办法帮你。你不会是怪我吧？没有。算了，这个门禁卡你还是拿回去吧，放在我这儿总感觉心里不安。对不起啊，是我误会你了。其实自从我妈妈走了之后，我就变得很难相信别人。你知道的，钱磊在公司对我虎视眈眈，外公又卧病在床，我只能靠自己，所以我疑心比较重。你不要怪我。没关系，就算你1000次10000次的怀疑我，我也会1000次10000次的向你证明，我永远站在你这边。哎，文文，你听说了吗？我们有个合作商本来都已经要解约了，结果被易总给谈下来了。他是挺厉害的，就是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。各位，我手上现在有一个新项目，有兴趣的可以找刘秘书报名。刚好，我有个创研展会，也需要一些人手。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来找我。当然，如果想去易总那边，我也不强求。哎，怎么说？你想去哪边？我没想好。易总是公司未来的老板，不去不太好。钱总那边我也得罪不起啊。谁说他一定是老板了？现在大部分的客户和资源都在钱总手上，未来鹿死谁手真不好说。你说的很有道理。哎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文文说的挺有道理的。要不我们一起去钱总那儿？易总，没有人报名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那要交给李总的方案怎么办？明天就要交了。没关系，我自己做。你先回去吧。那好吧。
你怎么天天加班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怕你没吃晚饭，特意给你带的。谢谢。再忙也要吃晚饭。来。啊。这是特意给你做的粥，你尝尝。好喝吗？嗯。哎呀，我忘了我还有一个会，等我一下啊。哦。来，我们继续吧。那我们现在先说一下我们这个店的地理位置。你干嘛盯着我看啊？我之前没发现，你睡觉的样子这么好看。我们还在公司呢，注意点影响。那我们回家。易宁和李总顺利签约了。这易宁还真有点东西，一晚上竟然就让他把方案给做出来了。去查查看有没有人帮他。好。这不是之前对我献殷勤的那个男的吗？拜金男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不会就是易总的新老公吧？江文文，你是没有男人吗？怎么来找别人的老公？没想到易总这么宝贝，这么心疼你这个老公啊！您不知道吧？您这个宝贝老公啊，就是个花心的拜金男。不是这样的，宁宁，我跟他不是那样的关系。你还不承认了？现在攀上高枝就翻脸不认账了？那现在易安过世了，易元岂不是就成你爸的天下了？当然，你看着吧，早晚我爸会让易元姓钱的，到时候我才是真正的千金大小姐。那我以后可得抱你大腿了。看我心情吧。那边有个男的老偷瞄你。美女，不知道有没有幸请你喝一杯？你虽然看着穿的穷酸了一点，但长得还不错啊。就你这经济实力，能请我喝多少酒啊？我请你吧。服务员，给我开一瓶最好的 whisky。既然你这么主动的话，那今晚陪我好好喝酒。既然我们这么有缘分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？文文。文文。
这样文文的女孩有很多，我要把你和其他文文区别开来。你跟他们可太不一样了。那你记住了，我姓江，长江的江，记住了吗？江文文，名字很好听。你太会说话了，喝酒喝酒喝酒。文文，既然我们这么有缘分，能不能和你拍张照纪念一下？可以啊。哎，你给我看看嘛，你给我看拍的好不好看？你怎么给我拍这么胖呀？哎，小丽，你再给我们俩拍一张来，过来，来，准备，离近一点。帮我查查这个女人的来历。我当时就是正常的社交，为自己的餐厅积攒客源，我有错吗？说的这么冠冕堂皇，你当时不就是觉得我是个有钱人，想走捷径吗？易总，这个男人跟你在一起就是为了图你的钱，不如现在一脚把他踹了。那又怎么样？刚好我还挺有钱的，不是吗？啊？哦，不是，可是他说不定跟很多女生都有暧昧啊，你不在乎吗？他见过这么多女生，最后还是选了我。江文文，有问题的不是我的老公，是你，毕竟他没有选你哦。够了，要约回去约。娘娘，真的不是那样的，真的不是。好了，这个事情回家再说。哟，装不认识啊？我已经从江文文那儿听说了。怎么，被宁宁赶出来了？关你屁事啊！单千泽，你不会以为宁宁会原谅你这种别有用心的人吧？别做梦了。难道你以为没有我，宁宁就会接受你啊？看来燕大师对自己的认知还不够清晰啊。你凭什么这么说呀？你能做到的，我也可以。真的？你问过你爸意见了？嫣然，我看你才是别做梦了。宁宁，宁宁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哎呀，宁宁，我真的错了。说说吧，错哪儿了？我哪儿都错了。我发誓，如果我早知道遇到你，我肯定不招蜂引蝶，手好难得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以前的事儿了。你早就知道了？你真当我随便拉个人结婚啊？现在招聘都是要背调的。那你怎么还选择我呀？说实话，我犹豫过，但是我想，我们在商言商也没什么错，何况又是契约婚姻，你有所图，我也有所图，谁也没比谁更高尚啊。而且，我选择你是因为你之前帮过我。当时也是像这样一锅热汤。喂，赵经理，能帮我买张机票吗？我今天晚上必须要回国。真不行，易小姐，这天气谁有胆子飞啊？杨叔叔，就一张机票，我今天必须要回国，我今天必须要回去，就一张就行了。我出10倍的价钱行吗？我求您了。哎呀，宁宁，抱歉呀，我也没办法嘛。喂，外公。宁宁，
怕他没撑住。你怎么了？天太冷了，跟我去喝碗热汤吧。喝吧。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会过去的。所以我觉得，一个能给陌生人无私善意的人，一定不会是坏人。所以我选择了你。宁宁，一开始我确实也是因为你各方面条件都很好，我才答应的。可是后来我发现，你是第一个会尊重我、鼓励我、给了我很大帮助的人。所以宁宁，此时此刻我真的是真心的。我相信你，这些年你一个人孤身在外，肯定吃了很多苦，但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。老板，那个肉已经马上。肉好了。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没看见。你们继续。不好意思啊，真不好意思。没事没事，我没事，我没事我没事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继续继续。喝汤吧。这个易宁他也没有那么精明，他竟然会觉得你是个好人。我不像好人啊。他自己是个好人，所以他就觉得全世界的人都是善良的。那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目的，你觉得他能接受得了吗？不知道。他真心待我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不想伤害他。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？之前在易宁那儿没查到什么特别有用的信息，看来要查到关键信息，得去钱岭那边探他的口风。宝贝儿，想死我了！来吧，宝贝儿，咱们动静小点啊。还说我每次都是你最闹腾。是
让磊哥宝刀未老呢？哎呀，磊哥还是那么少年心，就喜欢刺激的。哎呀，更刺激了！哎，等会儿，还有正事儿呢。原料厂的王总托我问问，议员今年能不能多进几吨原料？义宁最近抓得严，过了这阵风头再说。你先安抚一下我。哎呀，又要我来安抚？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宝贝儿，啊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没有啊。你干什么？你有病吧！奸夫淫妇，你们怎么对得起我妈？宁宁，你喝多了。我自己老公，我亲一下怎么了？宁宁，你真的喝多了。